今日推薦套，雖然而家我用嘅三房海景三房呢啲40幾萬嘅三房咧，真係七套買套嘅啊！海景非常漂亮，非常陰天，但係到啊都唔影響視線嘅。三房嘅廳好大嘅，方方正正啊！呢度三房嘅主人房係最特點最好嘅，大個飄窗，一扇望海無遮擋。兩梯兩戶，獨門獨戶，戶花園屬於贈送面積嘅。廚房帶個生活陽台，間房咧佢成南北對流嘅，南北通透嘅。廚房乾濕分離，呢個係個細房間，細房間都有窗戶嘅。呢個次窩都好大嘅，次窩都係朝南向嘅。嗱，呢間三房咧係海景三房咧，就係愛銀河系列街嚟講高層最平嘅一套，依家只需要40幾萬。有興趣嘅話，聯繫我則樓。